民国12年冬，督军府小少爷病重，欲收养5岁女童，祈福续命。小姐，这丫头可是10里8乡出了名的灾星。私家不是在找女童给小少爷祈福吗？我们把她扔到督军府，让她把私家磕得家破人亡最好。哪来的小娃娃？你家里人呢？这是哪里？阿爸和妈妈都不在了，卷卷没有家人。这里是督军府。叔叔，卷卷好饿，能不能给卷卷一个馒头呀？我只要半个就行。走，叔叔带你去吃饭。让人准备晚餐，顺便查一查他的身世。思明，你敢拒绝我的联姻，下我柳家的面子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这里好温暖呀！哥哥好，我是卷卷。小哥哥，他是在睡觉吗？哥哥是生病了。生病？会很痛吗？会很痛。叔叔说生病很痛，哥哥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哦。不怕不怕，痛痛飞走。叔叔，哥哥醒了。快去把郎中和医生都叫来！阿琛，你怎么样？阿爸，让你担心了。我刚刚听见你叫卷卷。对呀，哥哥你要乖乖，等你好了和卷卷一起玩呀。好。督军，郎中和医生都来了。恭喜督军，贺喜督军，小少爷的病已经见好，只要用心调养，不好亏空，是有机会痊愈的。简直就是个奇迹！少爷明明已经病入膏肓，怎么突然就见好了？难道和卷卷有关？如何调理？用百年野山参加上其他几味珍贵药材即可。只是其他药材好找，这百年野山参怕是有些难。如今大雪封路，市面上根本寻不到。野山参，我会想办法。你先把其他药方开出来。卷卷，既然你家人不在了，往后你就做我的女儿，叫我阿爸如何？那卷卷还会饿肚子吗？不会。会冷吗？也不会。好耶！卷卷愿意。这么多菜，比过年还丰盛啊！先喝点粥暖暖胃。你们都有些日子没进食了，不宜吃太多油腻的东西。好香啊！卷卷可以吃吗？当然可以，以后卷卷想吃什么就跟阿爸说，阿爸不在就和管家说。卷卷，等我好了，就带你出去买好多好吃的，一定让你尝遍这人间所有的美味，再也不会饿肚子。谢谢哥哥，那哥哥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哦。督军，不好了！督军，不好了！全城都翻遍了，没有百年野山参，大雪封了路，周边城镇也去不了。加派人手，城里找不到就去山里找，无论如何都要找到。山参很难找吗？卷卷，这是你的新房间，看看喜不喜欢。卷卷也可以有自己的房间吗？当然。以后阿爸不在，就让这2个姐姐照顾你。百灵百惠见过小姐。两位姐姐好，我叫卷卷。好好照顾小姐。
好大呀，比娟娟以前住的牛棚大100倍。小鸟，小鸟，你知道什么地方有野山参吗？知道呀，院子里那株红色灯笼果下面就有野山参哦。野山参。野山参。什么？哼，果然是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督军不会真打算把她当小姐养吧？胡说什么？好好做事。你去拿炭火，我去给小姐梳头。百惠姐姐，不要梳了，娟娟好疼。你个小乞丐，还娇气上了，真把自己当督军府大小姐啦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去给她梳吧，我还有事。卷卷的头发也是卷卷的。姑妈说，捡到我的时候头发都是卷，所以叫我卷卷哦。这个百惠，做事总是毛毛躁躁的。小姐，现在要睡觉吗？白灵姐姐，我能去院子里玩吗？当然可以啊，那我去给小姐拿件披风。这就是小鸟说的灯笼果吗？哎呀，姐姐，你能帮我把这颗果果拔出来吗？里面有人参哦。小姐，这看着就是一株野草，哪能是什么人参啊？姐姐，你帮帮我吧。行行行。还真是野山参，还真是野山参。姐姐，你摔疼了吗？小姐，你怎么知道这里长了野山参？是小鸟告诉卷卷的。它长得好像母妈晒的萝卜干。走，找管家和督军去。我再给你1天时间，不惜一切代价去找。挖地3尺也必须找到野山参。管家，嚷嚷什么？一点规矩也没有！我们找到野山参了。这是哪儿来的？是小姐在院子里找到的。院子每日都有园林大令，怎么可能有人参？这下小少爷有救了，小姐可真是督军府的福星啊！娟娟，告诉阿爸，你是怎么知道院子里有野山参的？是小鸟告诉我的呀。小鸟会说话。小鸟会说话。是我想多了，应该是卷卷误打误撞发现的吧。立刻拿去入药。是。卷卷，阿爹要外出巡视，你好好睡觉，知道吗？那阿爹要记得带雨伞哦。小鸟说今晚会下大雨呢。傻丫头，近日天天下雪，哪来的雨？真的下雨了。督军，这次雪灾冻死了不少百姓，我们这几个月救灾花了太多钱，加上您拒绝柳家的联姻要求，柳家处处针对私家，督军府生意也一落千丈，现在实在是没钱再去买粮救灾了。听说华东商行明日要办赌石大会，您想赌石，可赌石十赌九亏。华东商行每年举办也是为了敛财，加上您从未涉猎这个行当，会不会风险太大？我能等，城中百姓不能等，手下的兄弟也等不了，所以这次我想赌一赌我的运气，即便赌输了，也未必会比现在更糟。是，督军。对了，我之前让你查卷卷的身世，查的怎么样了？查到了，卷卷小姐的身世实在可怜，而且卷卷小姐来到督军府这事儿，只怕和柳如烟脱不了干系。说清楚。卷卷小姐3年前被李三夫妇在河边捡到，
夫妇俩原本无子，对这个捡来的孩子很是疼爱。可是半年后，李三媳妇竟然怀孕了。亲生儿子出生后，他们夫妇就对小姐百般苛待，还把她关在牛棚，饥一顿饱一顿。该死的李家人！李三夫妇意外身亡后，李家村都传卷卷小姐是灾星。属下还查到，柳如烟专门去村里找过小姐。如烟是柳如烟因联姻被拒，一直记恨你，很可能是听说了卷卷小姐是灾星的传闻，故意把小姐扔在督军府门口，想以此祸害督军府，拿一个受尽苦楚的稚儿当棋子，实在歹毒。去回复华东商会，我会带着我女儿一同参加。是，我要让柳如烟和所有人都知道，卷卷绝不是什么灾星，而是我私家的掌上明珠。哥哥，你来啦！卷卷，昨晚睡得还好吗？卷卷睡得特别好，这里的床又大又软。少爷，杜军说今日要带小姐去参加赌石，小姐该去换衣服了。换衣服？百灵，你跟我来，卷卷在房里等我们回来哦。哥哥干嘛去了？卷卷，我让人准备了一些新衣服，正好你要出门，给你挑件最漂亮的穿上。好漂亮呀！这件不好，这件颜色不好看。哥哥，这些衣服已经够漂亮啦。漂亮还不够，必须是最好的东西才能配得上卷卷。这件好，赶紧给小姐换上。卷卷呢？卷卷你真好看，像个洋娃娃。阿爸，百灵姐姐说你要带卷卷出去玩，哥哥也会一起去吗？哥哥身体还没痊愈，今天暂时去不了。卷卷别难过，哥哥下回就能陪你一起去了。好，那哥哥送了卷卷漂亮衣服，卷卷也要给哥哥带漂亮礼物回来。他竟然把这灾星带到这种地步。小姐，听说昨夜照顾这灾星的丫鬟摔断了腿，说明您没白费功夫，这丫头很快就能把督军府上下全都克死。去，帮我把裴哥哥叫来，我要请他看一场好戏。司命，我要亲眼看着你被这丧门星拖垮，败光所有家产，最后像条狗一样跪到我脚边苦苦哀求。有喜欢的告诉阿爸，阿爸给你买。钱都准备好了。是，这是督军府目前能调动所有的钱了。只是赌石风险这么大，万一血本无归怎么办？诸位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赌石大会，所有原石都已明码标价，看中了尽管买，我们现场解石。我能买这块送给哥哥当礼物吗？卷卷喜欢这块，喜欢。买。哟，司督军日理万机，怎么有空来赌石大会啊？来给我女儿挑礼物，阁下要是没事就让开。司督军，既然是赌石，不如我们加点彩头如何？没兴趣。督军刚才还为这野丫头一掷千金，这会儿就怂了？才不是督军府没落了，兜里就只剩这一根金条了吧？赌什么？简单，就赌今天谁开出来的翡翠价值更高，另一个人就需要帮他付购买原石的钱。督军，裴景明是赌石高手，他若挑一堆高价原石，咱们带的钱根本不够付。阿爸，哥哥说祖母和二叔就要回来了，卷卷想给他们都带礼物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卷卷想带什么？那里有好几块闪闪发光的石头，祖母他们一定会喜欢的。闪闪发光？难道卷卷真的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？难道卷卷真的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？督军怎么不吭声了？刚才不是挺信任这野丫头，有本事就全让她挑啊，到时候输的精光也好找个借口。我的事不劳柳小姐费心。1小时为限，还请耿会长做个见证。卷卷，你刚才说要买的石头在哪儿？这个绿绿的石头给祖母戴一定好看。绿绿的。督军，这可是咱督军府所有的家当了，您还真让小姐随便选？选，不过是一块石头而已，就算看走了眼，我也买得起。送给卷卷当玩具又如何？还有这个
时间到！司督军，你还真让这野丫头全权做主。瞧瞧这些原石，品相低劣，价格低廉，能开出什么好翡翠？把这灾星送到督军府果然没错，这才1天就把督军府磕得倾家荡产了。阿爸，他为什么这样说卷卷？卷卷选的石头明明都很漂亮呀。卷卷不用理他，阿爸也觉得卷卷选得很漂亮。冯会长，开始解释吧。二位谁先来？裴先生这么自信，就让他先来吧，我正好领教一下所谓的解释高手。不错，第一块就是豆种翡翠，虽是豆种，但见了绿，开门红。裴哥哥就是厉害，随便一开都见绿。运气来了，干青色，好啊！裴先生一共10块原石，有8块都出了翠色，看来今晚所有的参与者中，裴先生至少能进前3啊！司督军，裴哥哥10出8的概率，你拿什么赢？小心今天钱带的不够，别到时候把整个督军府抵押了，也付不起账。胜负未分，乱费什么？司命，我就等着你一会儿输的底裤都不剩，到时候可别跪着求我柳家帮忙。冯会长，解释吧。果然就是一块破石头，哈哈哈！就这还值1根金条，司督军今天要亏死了。司督军，这就是你说的胜负未分？把这个灾星送去督军府，真是正确的选择。阿爸，阿爸在，卷卷被吵醒了。司督军，其实只要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就帮你跟裴哥哥说说情，让这赌约作废如何？司命，你疯了！你老婆难产惨死，你儿子娘胎带病，都是报应啊！如今你又收养了这个灾星，我就等着你被他克死，把整个督军府拿去抵债。他为什么说卷卷会害死你？都是因为你选的破石头啊！督军马上就要倾家荡产了，过了今天，你们全家都等着睡桥洞吧！再敢多说1个字，我一枪崩了你！督军使不得，使不得啊！这是赌石盛会，万万不能见血坏了规矩啊！阿爸，卷卷选的是最好的石头，黄黄的特别漂亮，不信你来看。卷卷，这石头哪里有？不是这里，切石头的叔叔切错地方了，黄色在另一边。老娃娃不懂别乱讲，老夫经手的原石成千上万，从来没切错过一次，这就是块一文不值的废石。司督军，还要由着这丫头胡闹吗？趁早认输出局，别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。听我女儿的，换位置，再切一刀。城隍兵种！什么？城隍兵种！天啊，居然是城隍兵种！这仅仅1块，就比裴先生开出来的所有翡翠加1块的价值都高了。我解释这么多年，还从未见过这样毫无瑕疵的城隍兵种，这简直就是极品中的极品啊！不可能！你们是不是看错了？那就请柳小姐自己看看，我们是不是看错了？灾星的运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？懂赌石对不对？你故意坑我的是不是？如何故意？裴先生是不是忘了，刚才是谁上赶着非要与我赌？错，只是运气好而已。赶紧的，把其他石头也都给我开了，我倒要看看他的运气究竟有多好。裴先生，我们督军这一块石头的价值就已经超过你开出的所有，就算其他石头都是破烂，你也得把我们买石头的钱付了。我裴景明会差你这点钱？赶紧开！赶紧开！帝王绿还是玻璃种的帝王绿？文子、墨兰、帝王紫，时开时中，还都是极品翡翠。督军，到底是哪个瞎了眼的，说您不会赌石？司督军，不知这些石头您是否打算割爱啊？时间不早了，耿会长和各位老板若是有兴趣，可今晚来我督军府商议此事。
督军，那些石头随便卖2块都能解决督军府的危机了，更别提还是裴景明付的钱。您为何不直接卖了？石头都是卷卷选的，我当然得先观卷卷的意见。此事不得声张，对外就宣传石头都是我选的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卷卷小姐这运气也太好了，简直就是小神仙啊！挑中1块是运气，可是只选10中，难道卷卷真的是福星？督军，老夫人回府了。你祖母回来了，想见见吗？祖母会喜欢卷卷吗？祖母会喜欢卷卷吗？卷卷这么可爱，祖母一定会喜欢你的。祖母，松松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回来的路上开始就这么暴躁了。五妈，疼死本王了！怎么就没人发现有根刺扎到了我的牙缝里呢？哥哥，狗狗牙齿里有根刺扎得它很痛哦。小丫头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祖母吗？是狗狗告诉我的呀。你这丫头，狗狗怎么告诉你？还是去给他请个兽医吧。祖母，我们就帮松松看看吧。你叫松松啊？快帮本王把刺拔了。那你把嘴张开，哥哥才能给你拔呀。别说松松听不懂你说话，就算能听懂，平日里他也只跟家里人亲近，别人靠近他都要吼的，怎么可能听你的？怎么可能？哥哥，在这里哦。真有趣。好痒。阿面，这就是你新收养的女儿。五妈，她叫卷卷，是我们私家的小福星。祖母，卷卷给你买了礼物哦。卷卷给祖母买了什么？原来祖母不是要打卷卷。很漂亮的石头。石头。齐副官，把那些原石都拿上来。是。这是卷卷给你们选的礼物。这些原石，每一块都是万里挑一的极品啊！你说，这都是卷卷选的？你说，这都是卷卷选的？花了不少钱吧？不要钱，跟人打了个赌，谁选出的原石价值高，就由另一人付钱。那岂不是多亏了卷卷？这是给祖母的。茉莉种帝王绿，这少说也得几10条大黄鱼啊！这给祖母？对呀，祖母。这是给哥哥的。谢谢卷卷，我很喜欢。还有这个，这是给二叔的。这么小的孩子，竟然把家里所有人都考虑进去了，卷卷就没给自己准备？卷卷不用啊，让阿爸带卷卷出去玩了，卷卷好开心。那这个给卷卷，等祖母去找人做成漂亮的首饰给卷卷戴。好耶！阿爸，剩下的石头全都送给你。都给我？对呀，都是阿爸买的，当然给阿爸。谢谢卷卷。不过这几个月雪灾，外面饿死了很多穷苦百姓。阿爸想把这些石头全都卖了，给他们换粮食吃。卷卷同意吗？同意呀，肚子饿可卷卷不要做首饰了，卷卷那块石头也可以给他们换粮食。卷卷真乖。不过不用了，卷卷给的已经绰绰有余了，这块就自己留着吧。五妈，那我先去处理这批石头了。少爷，该喝药了。管家婆婆能不能不喝？这药好苦。当然不行啊，少爷，不喝药病怎么会好呢？卷卷吹吹，药药不苦。哥哥喝药吧，现在药药就不苦了。真的不苦了。卷卷你好厉害！督军，发财了，几百根大黄鱼啊！立刻去购买粮食和药材。是。老夫人，柳家老夫人刚才打电话来，邀请您明日去柳家打牌。他这消息倒是灵通，我这才刚回来呢，又想今天舍得把你的宝贝孙子带出来了，
身体好了，这不就带着她出来看看？这是我们家刚收养的小姑娘，以后就是我亲孙女。刘奶奶好。来人，去把大少爷和二少爷喊下楼，陪私家少爷小姐一起玩耍。是老夫人。你呀，赶紧陪我打2把去。这些日子你去山上烧香祈福，我的手都快痒死了。祖母又要去当送财童子喽。哥哥，什么是送财童子？就是逢赌必输的意思。祖母跟他们打牌，从来就没赢过。祖母，怎么了，卷卷？祖母今天打牌一定会赢多多的钱钱哦。好好，祖母借你吉言。月华，听说你儿子昨儿在赌石大会赢了不少啊？是啊，你们督军府发了大财，今天可不许再输几把就跑啊！也好让我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捞一把。你们放心吧，月华今天肯定要当散财童子，给我们几个发红包来了。我这是糊了？开什么玩笑？你还没打怎么糊？没听说过天胡啊？翻倍翻倍啊！让我看看，炸糊可是要赔3家的啊！还真是天胡，你今儿运气怎么这么好？是啊，我今天这是怎么回事？祖母今天打牌一定会赢多多的钱钱哦。不可能，孩子一句戏言而已。再说我也就赢了1把，不能作数的。来，继续继续。石头剪刀布。我又糊了，今天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突然开始转运了？就是啊，我们带来的钱都输完了。要不今天就打到这儿吧。那我也走了，我还要带阿琛和卷卷做2身新衣服呢，改天再玩。行。话说你们家督军怎么想的？这宛如都去世多少年了，就没想过再找一个？命有自己的主意，我老了，管不动了。好了，你也不用送我了，我先走了啊。看你们私家还能硬撑到几时，别到时候跪着求我柳家联姻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，2位小少。白郎中，我孙子怎么样？老夫人，2位少爷的病来势汹汹，而且查不出病因，只怕是时日无多啊。什么？祖母，今天又输了多少呀？你这孩子说什么呢？你祖母难道就不能赢一次？祖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自打我记事以来，你打牌还没赢过钱呢。哥哥，祖母从前是输了不少，但是以后祖母只会赢钱哦。卷卷为什么这么说？难道我今天赢钱真的跟他有关？走，祖母今天赚大了，带你们做新衣服去。二叔，五妈，你不是又去打牌了？是啊，结束了，就想着给2个孩子做新衣服，没想到你也正好回来了。你就是卷卷。二叔好，我就是卷卷。你的礼物我收到了，二叔很喜欢，谢谢卷卷。你们看看喜欢什么样的料子，二叔让人给你们做。二叔，你为什么坐在椅子上？你不能自己走路吗？二叔的腿没有知觉，自己走。二叔不会痛痛吗？当然不。怎么回事？我刚刚好像感觉腿有触感了，可所有中西医都说了我的腿已经废了，不可能有知觉。是我产生幻觉了吗？阿天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是真的，我的腿，我真的有知觉了。阿天，你别吓我，到底怎么了？二叔，难道跟卷卷刚才碰我那一下有关？五妈，我身体有些不舒服，我们先回家行吗？好，我妈去请郎中来给你看看。卷卷，阿晨，我们改天再来做衣服，好吗？阿爸，去柳家玩的开心吗？一点都不好玩。他们欺负哥哥，说哥哥坏话，
卷卷讨厌他们。那以后就不跟他们玩。好。阿天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有感觉吗？没有。也许刚才真的只是我的错觉吧。目前看来并没有恢复的迹象，不过能偶尔有知觉也算是奇迹了。哥哥，大家都怎么了呀？为什么都不开心？没什么，我们都在担心二叔的腿。可是二叔的腿好好的呀，你们为什么要担心呢？卷卷乖，阿爸先带你回房间好不好？阿爸，等一下，二叔，你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呀，他们都好紧张的。对不起，卷卷，二叔。卷卷小姐，二爷是不可能站起来的，你还是别为难他了吧。不是的，二叔真的可以站起来的。二叔，卷卷扶你好不好？爸，就当是让这孩子死心。鲁妈，大哥，我竟然真的站起来了，奇迹啊！二叔，我就说你一定可以的吧。卷卷，你可真是二叔的福星啊！回郎中，快，再给阿天仔细检查一番。督军，二爷的双腿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修复，只要按时服药，坚持复健，恢复到最初的样子不成问题啊！快，那快去开药！阿天，是大哥对不住，当年你也是因我受到的牵连，要不是我太过骄傲，也不会让坏人有机会对你下手。大哥，这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再说我现在不是都好了？谢谢。你这么客气，我可真有些不习惯了。卷卷以后要不要陪二叔走路？好呀，卷卷可以拉着二叔的手一起走。今天还真是双喜临门，去通知厨房，让他们多准备些吃的，我们庆祝庆祝。吴妈，还有什么喜事？我今天打牌赢钱了。你们这是什么表情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以后打牌肯定赢钱，是不是啊，卷卷？这不烈士，烈士什么？大哥，说来你可能不信，是卷卷戳了一下我的腿，问我痛不痛，我才有知觉的。我信。你以为阿琛真的是吃药吃好的？是卷卷来了之后才好的。也是他找到的百年野山参。什么？另外，赌石大会那些玉石也都是他选的。我觉得卷卷有一种自带福运的体质，不管什么事，只要经过他，都会变成好事。大哥，卷卷这孩子什么来历？只查到以前收养过他的家庭，再往前就查不到了。我打算把他的户口落在司家，以后就叫他司卷卷。还有他这体质，要想办法圆过去，不能让外人知道，免得给他招来祸患。吴妈放心，我们心里有数，不会暴露卷卷的。卷卷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妹妹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谢谢哥哥，卷卷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们的。督军，出事了！去书房说。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督军，现在通信受阻，很多地方的电话都联系不上，外面买粮食药材的兄弟也迟迟未归。我们是不是要派人出去打探消息？现在这种情况出去，就算打探到消息，回来也耽误了最佳时间。那我们只能干等着吗？再想想其他办法，去问问电话线路什么时候能修好。是。站在那里做什么？进来吧。卷卷怕打扰阿爸。阿爸，你不开心吗？没有，只是在想些事。说吧，督军，我刚刚去问过了，通讯短时间内实在是没办法恢复。阿爸，你要传消息吗？是啊，阿爸外面还有兄弟，他们在为城内的百姓买米买药，可是现在联系不上了。阿爸很担心他们，也担心城内的百姓。卷卷有办法哦。小鸟，小鸟，你可以找你的小伙伴一起来帮帮我阿爸吗？当然可以呀。那是什么？卷卷别怕，一会儿这些鸟要是冲进来，你就找个地方躲起来。
小鸟为什么要冲进来呀？小姐，他们都是朝我们飞来的。对呀，因为他们都是来帮阿爸的呀。你说什么？小鸟是来帮阿爸的，他们说可以帮阿爸送信哦。杜鹃，他们真的没有冲进来。娟娟，你告诉阿爸，这些小鸟要怎么帮忙送信？小鸟，你们要怎么帮忙呀？写信绑我们脚上，说地址和名字就行。阿爸，小鸟说写信绑他们脚上，只要告诉他们地方和人名就行。你写一封信试试，写给谁随便，只要能回信就行。齐叔叔，小鸟说让你快点绑，它脚酸。哎呦，小姐，他刚刚说什么？他说你太笨了。杜鹃，行了，等着吧。这小鸟真的行吗？杜鹃回来了。齐思明，你脑子被驴踢了，还玩起了飞鸽传书。杜鹃，小鸟传递消息没问题。看不起谁呢？小鸟，你最厉害。多亏了娟娟，这次又给我解决了麻烦。杜鹃，北方愿意卖粮食给我们，他们是想跟我们交好。未必。那他们卖我们的粮食还买吗？北方离我们最近，要是绕过他们，怕又要死不少人。联系北方，让他们买粮。娟娟，你要是害怕，就和哥哥去旁边玩，不用陪着二叔。小姐，这其实扎的不疼。二叔会难受，卷卷要陪着二叔。二爷，你尝试着走走。昨天才能站起来，今天就能走路了。二爷这恢复效果也太快了。好，建议我思佳呀。说来也怪，思佳最近喜讯连连，小少爷和二爷的身体接连康复，柳家那两位少爷却突然病重，马上就要不行了。不行了，昨天我们去的时候不还好好的？老夫也看不透啊，这病可没有任何征兆。不过刘老夫人跟老夫打听了陈少爷是如何好起来的，老夫说是督军得了一株续命的野山参，所以他很可能会来督军府求药。这怀郎中随口一倒是对外解释了阿晨突然好转的理由。辛苦怀郎中了，今天你就先回去吧。姑妈，这柳家到底……娟娟，可以告诉阿爸，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吗？阿爸，柳家的两个坏哥哥骂阿琛哥哥是病秧子，卷卷说他们才是病秧子，是卷卷做错了吗？原来是这样。卷卷当然没错，是他们先欺负人，让他们也长长教训。可要是他们来求药，撕破脸，会不会也不太好？祖母，怀爷爷不是把野山参都制成了药丸吗？这药丸加了不少名贵药材，不如我们就卖他们2粒，价格自然是越高越好。这主意倒是不错，他们要是嫌贵，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。物以稀为贵，我们就说这都被阿天和母妈吃了，只剩最后2粒了。督军，柳家来人了。这么快就来，带他去书房。刘老爷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司督军，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我家2个小孙子病重，听怀郎中说阿晨少爷是吃了100年野山参才好起来的，我们就想来试试，看司督军能不能割爱。这100年野山参确实难得，按理说以我们2家的交情，刘老爷子开口，我应该双手奉上。可是很不巧，只剩下最后2颗，是我留着保命用。这个我们自然知道，可是我家2个孙子还那么小，求督军割爱呀！我愿意用1条小黄鱼来购买1颗丹药，1条大黄鱼1颗。刘老爷，你2个孙子的命不值钱，并不代表我司家的命同样不值钱。司命，你不要太过分！要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找不到100年野山参，我们也不会低声下气来求你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既然如此，大门在那边，我就不送2位了。住口！住口！你打我！督军，您别和他一般见识，
刚刚是我考虑不周，那2颗丹药，我给200根大黄鱼，再加上东街那间成衣铺子，不知道督军意下如何？那间成衣铺子，你说好要给我当嫁妆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既然刘老爷这么有诚意，那我就割爱了。毕竟2个孩子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也不好看着他们就这么殒命。督军说的是。督军，东西都在这儿了，你看这药。把药给刘老爷吧。多谢督军，那我就不多打扰了啊。走。哥哥，卷卷不喜欢他们。哥哥也不喜欢他们。督军有急电！督军有急电！北方这群杂碎卖给我们的都是发霉变质的粮食，根本没办法吃。什么？这帮畜生，这样的粮食别说人吃了，就算给牲畜吃了也要出问题。大哥，要不我去联系下我朋友，看看能不能从他那里搞到人。太远了，城里的百姓和弟兄没办法坚持这么久。阿爸，别着急，会有办法的。谢谢娟娟。好痒啊，痒死我了！大米说它长毛毛了，浑身痒痒的，帮它吹掉就不会痒了。真不忍心打破小姐的幻想，没米的霉菌哪是能吹掉的？先把这袋发霉的粮食放回仓库，我再去想想办法。是。大哥，现在重新购买粮食是不是来不及了？还有一个人手上应该有不少粮食。母妈说的是柳家。柳家本来就是做粮食起家，北阳城粮食囤的最多的也就是他们家。这段日子，柳家本就针对督军府，今天又因为野山参的事把人得罪狠了。现在去说买粮的事儿，他们肯定不会答应。这件事你们就不用操心了。柳家想要什么我知道，但我不可能娶柳如烟。我会用其他的东西找他们谈条件。母妈，柳家想让柳如烟做我嫂子，不是1、2天了。前阵子软的硬的都来过了，如今督军府落难，他们怕是会火上浇油啊。宛如，我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妻子，我是不会娶其他女人的。只是不知道，我能护家里人到什么时候。刘老爷子，2位小少爷服下丹药，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。只是经过这一次，身体损伤太重，以后怕是要时常吃药了。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能保下性命已经是万幸了。阿爸，你看督军府那2粒破药根本没用，你还白白给了他们那么多大黄鱼。住嘴！现在好歹是保住了性命，不去督军府求药，难道真眼睁睁看着你2个侄子去死吗？放心，北方刚传来消息，他们这次给私家的粮食全都是发霉的，司命要想救全城百姓，只能靠我们柳家的粮仓。到时候我们送出去了，司命都得乖乖奉还。督军，醒醒！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百姓不知哪听来的消息，说咱们粮仓有粮不发，现在全堵在粮仓门口，喊着要放粮。肯定是柳家搞的鬼。走，父母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放我们进去，我们要吃饭。督军府明明已经买到粮食了，为什么不给我们放粮？是不是督军中饱私囊？我一开始就没想把粮食分给我们老百姓。各位听我说，粮食确实已经到了，但要分给这么多人，总得先算清楚账，定好规矩。你们急，我比你们更急。督军说的好，可我怎么听说这批粮食都是发？督军说的好听，可我怎么听说这批粮食都是发了霉的霉米呢？哦，刘老爷子，莫不是情报有误？有没有误？自督军打开粮仓，
把粮食拿出来给大家看看，不就知道了？司督军，你也知道我要的是什么，一个督军夫人的位置，就能换我柳家的钱粮支持，有什么不好的？不好！我阿爸才不会娶其他女人做我的母妈。哼，大人说话，轮不到你插嘴。坏了，不许你欺负哥哥！一个小野种也敢跟我大呼小叫！刘老头，这里是我督军府的地盘，轮不到你撒野。今天就够了，你们私家想要粮食，现在就只能求我们柳家。哈哈哈哈！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为了一个小野种，还要和我柳家翻脸不成？哪只手推的？左手。司命，你怎么敢？打都打了，有什么不敢？我司命的女人，又岂是你个老匹夫能碰的？好，你们就等死吧！柳家的粮食一粒都不会卖给你。司督军，你买煤米我们忍了，现在打伤刘老爷，是想饿死我们所有人吗？就是啊，没本事就别逞威风，老百姓的命不是命吗？阿爸，他们为什么都说大米是美米？大米明明很好呀！死丫头，事到如今还在说谎，有本事把米拿出来啊！阿爸，你就拿出来给他看看嘛。好，拿米。是。打开。米是好的，是好的。难道大米说它长毛毛了，浑身痒痒的，帮它吹掉就不会痒了。难道又是卷卷？不可能！你们肯定混了几袋好米进去骗人，想要蛊惑人心，欺骗百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大家看得清楚。全是好米，全是我们误会督军了，都是这老东西挑拨离间，差点害我们冤枉督军。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还能有什么更糟的？咱家粮仓的米全发霉了！什么？大哥，听说粮仓那边出事了，已经解决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们的粮食全都变成了新粮，而柳家的粮食一夜之间全部发霉腐烂了。粮食变了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又是？这丫头可真是咱们家的福星啊！白灵姐姐，蛋蛋里是不是有很多小鸡？小姐，这些鸡蛋是外面买回来的，应该不能孵小鸡。是哦，这里面有小鸡哦，我们把它养大，是不是就有很多吃不完的蛋蛋啦？娟娟，我们家没有养鸡，就算有鸡蛋，也不能孵小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孵化小鸡要有适合的温度，太冷和太热都不行。鸡妈妈有羽毛就能保持温度。有毛有体温的就行吗？应该是这样。干什么？有毛有温度。什么意思？松松，你帮我孵化蛋蛋呗。我是狗，不是母鸡，怎么孵蛋？我是狗，不会孵蛋。试试嘛，万一会呢？松松，那你就帮帮卷卷吧，要是孵不出来，他也就不为难你。卷卷、阿琛，你们在做什么？看松松孵蛋蛋呀！大哥，你刚刚听到了什么？卷卷，松松应该不会孵蛋。阿爸，松松会哦，等小鸡出来了，奖励你大鸡腿。卷卷，怎么突然想要孵小鸡了？养大了就有很多蛋蛋和鸡肉吃呀，吃不完还能给很多吃不饱的孩子吃。我们卷卷真是个善良的孩子，不过这一时半会儿也孵不出小鸡。阿爸先带卷卷去别的地方玩吧。还真孵出来了！还真孵出来了！
而且这小鸡哪像是刚生出来的，这长太快了吧！好可爱呀，毛茸茸的。我还真能孵小鸡，娟娟竟连这种事也能做到。杜鹃，粮食已经全部分发出去了，裴景明知道了，怕是要气死。他是北方政府的人，和柳家一直来往密切。这些日子他和柳家接连吃瘪，肯定还会出手。二爷，新义庄的掌柜请您去一趟。木妈，大哥，你们放心，我能应付。木妈相信你。阿琛、卷卷，祖母说要带你们做新衣服，还没去呢，要不要跟二叔一起去啊？好呀。卷卷，祖母先带哥哥去量个尺寸，你先在这儿玩会儿，一会儿祖母带你进去量尺寸哦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二爷，柳家在我们对面开了一家裁缝铺，款式要新颖很多，还给周围几家裁缝铺全面供货。今天已经过去大半天时间了，我们店里一个客人都没进来过。昨天刚闹出那种事，今天就把铺子开到我们对面了，这是明显的针对报复。卷卷你在干什么？卷卷你在干什么？哥哥，卷卷在画画呀。这是店里还要卖的衣服。二叔，这些都是我画的，你不要怪卷卷。阿天，这应该没什么事吧？二叔，卷卷是不是闯祸了？不，没有。陆掌柜，你看，这些痕迹虽然看似是随意的乱画，却更改了衣服的样式，让原本老气的款式瞬间时髦起来啊！二爷，这衣服能改吗？改，立刻按照上面的话把这些衣服改了。卷卷，你非但没闯祸，还是二叔的小福星呢。以后这店里的衣服，卷卷想怎么画就怎么画。司命，你拒我婚约，抢我家财，伤我阿爸，我一定要你们死！今天就从你们家裁缝铺入手，抢光你们的生意。二爷，衣服改好了，这样式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快把那些衣服取下来，把这些改好的换上去。这衣服样式好好看啊！是啊，还没见过这样的样式，款式新颖，快进去看看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突然这么多人？小姐，不好了，刚才私家衣庄上了一批新款，大受欢迎，现在好多顾人都在订购，店铺都被抢空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去帮我办件事。衣服做完了，祖母就带卷卷好好逛逛街吧。好呀，好呀，谢谢祖母。哥哥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面人，卷卷有喜欢的吗？都好好看，我喜欢这只兔兔。那个就是私家老太婆，只要让她受伤，这一条小黄鱼就是你们的。刘小姐，那可是督军的母妈呀，你这一根小黄鱼怕是不够。那你想要多少？3根大黄鱼，不然这事儿你找别人。你们抢钱啊？只要你给我们3根大黄鱼，我们可以要了他的命。好，3根大黄鱼，事成之后我会把大黄鱼送来给你们。那可不行，我们哥几个冒着风险刺杀督军的家人，到时候你来个翻脸不认账，我们找谁去？这是我的私印，先抵给你。事成之后，我用3根大黄鱼换回来。老太婆，你们私家如此不识好歹，那就别怪我下手无情了。卷卷，怎么不走了？祖母，卷卷有些累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们不是才开始逛吗？那要不找个地方坐下歇会儿？这里有一家很不错的茶楼，里面有好吃的蛋糕哦。真不想吃，想回去了。祖母，我们回去好不好？那好吧，等卷卷下回休息好了，祖母再带卷卷来。卷卷，要不我们坐黄包车回去？好呀，卷卷还没坐过黄包车呢。妈的，怎么不来了？嘿！
卷卷在看什么？外人。阿宁，刚才我们回来的路上，似乎有人想对我们动手。什么？你妹妹受伤？没有，卷卷突然说不去了。上黄包车之后，他一直朝后看。我转头看到3个男人手里拿着刀，我怀疑他们准备在巷子里对我们动手。只是卷卷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红妈，最近你们别出门了，等我查清楚这件事再说。我知道了，你自己也要小心。情况就是这样。红妈，今天的确有人跟着你。谁？3个地痞，我派人把人抓了。他们开始抵死不认，但是从他们身上搜到了这个。柳如烟。没想到想对我们动手的竟然是他。大哥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要是我现在去柳家，多半他们也不会承认，大可以说是被3个地痞偷走的。你说柳家大小姐的印章要是拿去赊了很多东西会如何？你是想让人假扮柳如烟去赊东西？这大商场大店铺都认识他，可这小门小店的却未必认识。要找人代替他，还要身高和体型差不多的，还要忠心，怕是不好找。这不就有个现成的？二爷，我这样能行吗？放轻松点儿，你就当平时出去买东西，没人会认得你的。腰背挺直了，你现在的身份可是柳家大小姐，拿出大小姐的气场来。阿天，难道真的不行吗？百灵姐姐，加油！这个，都给我包起来。阿天，一会儿让人把东西都送去福利署，可不能往家带，否则柳家肯定能顺藤摸瓜找到我们。吴妈放心吧，我和大哥已经做好了。高跟鞋可真不是人穿的，我的脚快废了呀！百灵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今天走路走多了。没事，卷卷给你呼呼就不会疼了。谢谢小姐，现在我一点都不疼了，也不觉得累了。卷卷的呼呼很有用哦。怎么回事？我只是在哄小姐，为什么脚后跟真的一点也不疼了？刚才磨出的血泡呢？今天辛苦你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没做梦啊，难道是小姐？爸爸、我妈，你们放心，这回那老太婆和2个小杂种都死定了，到时候司命痛不欲生，我们正好趁机收网，把督军府一网打尽。好，不愧是我柳家的女儿，对手之仇不共戴天。今天无论如何，亲眼去看看他们4家的落魄和惨状。好你个柳如烟，说好傍晚来还钱，这都天黑了还不来，非得让我们亲自跑一趟是吧？堂堂柳家大小姐，我们信任你才让你赊账，没想到柳家这么不讲信用！还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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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赊你们账了？后来怎么样？后来这些商户哪里肯听柳如烟狡辩？他们拿出欠条，上面可都是柳如烟的私印，由不得他赖账。刘老爷子失血过多，刚从昏迷中醒来，又气晕过去了。而且气得脸都歪了，是真歪的那种。刘老夫人直接给了柳如烟一巴掌，把她关在家里，不准她出门了。可真应了那句恶有恶报啊！二叔，什么是恶有恶报？就是坏人做了坏事以后得到惩罚。姑妈，我想请人回来教卷卷和阿琛读书识字。是该请人回来教了。之前阿琛身体一直不好，也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现在身体好了，也的确该好好读书识字了。大哥准备请什么样的人回来教他们？严、安庆。严老爷子可不好请，这北阳城多少人想请他授课都被拒绝了。当年我也想请他来教导你们，可他软硬不吃，宁愿给人抄写家书艰难度日，也不愿来督军府。我听说他一直在找一本孤本，
很多人为了让他教自家孩子，可没少花功夫找。能打听到是什么孤本？我明天找人打听看看。不过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消息，怕是不容易。孤本是什么？卷卷能找到吗？百灵姐姐，家里有阿爸不要的旧衣服吗？小姐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去给你问问管家。小姐，找到了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姐姐。卷卷，你拿阿爸的旧衣服干什么？哥哥，那里有个很可怜的爷爷。那我再去给他拿点吃的。爷爷，有事吗？爷爷，这个给你吃。爷爷穿衣服，穿上衣服就不冷啦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等等，爷爷，还有事儿吗？这本书是我在一个垃圾堆里捡到的，我看着被包裹的挺稀罕的，就收了起来，送给你们。爷爷，我们不能要你的东西。爷爷不是也收了你们的东西吗？这个就当爷爷的谢礼，放在我这里也没有用，说不定哪天就被我擦屁股了。谢谢爷爷。哥哥，爷爷给我们的是什么书呀？哥哥，爷爷给我们的是什么书呀？哥哥也不知道，我们回去问问祖母和二叔吧。你们两个小家伙，刚才跑哪儿去了？不是答应过祖母不能乱跑吗？对不起，祖母，我们是看到一个很可怜的老爷爷，去给他送了衣服和糕点。下回有这种事儿，要叫祖母一起去。这是什么？祖母，这是刚才那个老爷爷送我们的书，你和二叔看看，这是什么书呀？木妈，这上面的字有些古老，我也看不懂。二叔也看不懂，这该有多厉害啊！木妈，我们让大哥带着这本书去找严老爷子试试吧。你是说？一会儿我们要去见一位学问很好的老爷爷，阿爸想请他来教你们读书识字，你们两个见到他要有礼貌，不可以调皮哦。这三个人开着小汽车，应该是哪家的大少爷？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搞不好是来找严老头。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之前不少人来找严老头教孩子，都被他拒绝了，还说除非他们找到什么本儿。孤本，这东西要是那么好找，严老头早就出山了。请进。请问这里是严安清严老爷子家吗？又是来请我家老头子去给孩子授课的？是。那你们可要失望了，这老家伙可是谁家都不去，除非能找他说的孤本。漂亮奶奶，我们有带书来了。漂亮奶奶，我们有带书来了。你这小娃娃生的倒是漂亮，可是光带书来可不行，要你们严爷爷需要书才可以哦。你们要是想随便找本书就想糊弄我，最好现在就离开。爷爷都没看，怎么知道不是？娟娟，对不起，爷爷。你看看你，把人孩子吓的。你们带来的书呢？我看看。奶奶，爷爷这是怎么了？看来你们要在这里多坐一会儿了，我去给你们沏茶。夫人，当年我不肯给外敌翻译这本书，怕他们循着工程图找到咱们国家的古墓，导致他们杀死了我们的孩子。是我对不起你。我没有怪过你，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，怎么能给这些外敌？
要是你真给他们翻译了，哪天等我们死了，也无颜面对列祖列宗。阿爸，爷爷生卷卷的气了吗？没有，爷爷只是见到心爱的东西，想要快点看看而已。以后我会按照约定教导你们，但你们要是敢不好好学，我可就不教了。多谢严老爷子。谢谢爷爷，我和哥哥一定好好学。军爷，买烟吗？不用找了。谢谢军爷。督军怎么样？请到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抱歉，小姐，这是香烟的味道。我刚才……不对，还有其他的。不对，还有其他的。卷卷，不可以没礼貌哦。哥哥，齐叔叔身上有糖味哦，他身上是不是藏了糖啊？秦叔叔不爱吃糖呀。难道是我刚才买的烟？军爷，买烟吗？真的有糖纸。柳家外敌，回去再说。怎么样？严老爷子已经答应了，明天就会过来给他们授课。我妈，我还有点事要处理，你和二弟看看学习的东西够不够，不够带2个孩子去买些。好，卷卷、阿琛，我们去买学习用的笔墨。柳家果然不安分，天天勾结外人，盯着北阳城这块蛋糕。督军，这纸条我们并不知道是谁送来的，会不会是有诈？这件事你私下去查，别打草惊蛇。是，我现在就去。督军，不好了，怀郎中被打了，浑身是血，急着要见你呢。什么？怀郎中，怎么回事？督军，我刚才去药田，结果冲出来一群人，二话不说就把我打了，还把我们家的药田都毁了。药田毁了？是啊，那可是我们家祖祖辈辈留下的根基呀，里面的药材好些都是上百年的好货，全都毁了。现在这市面上的药品本就供不应求，现在药田还被毁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之前是粮食，现在是药材，这分明是有人想让北阳城乱起来。什么乱起来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姑妈，怀郎中的药田被人毁，我担心北阳城所有中药世家都会遭到迫害，打算亲自去看看。什么？他们这是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命啊！阿爸，我和卷卷可以一起去吗？好。哥哥，我听见这些药药在哭哦。那他们说什么了吗？他们说他们好疼，我们给他们呼呼好不好？这样他们就不会疼了。这样他们就不会疼了吗？他们说不疼了。你们要快快长大，早早成才哦。督军，您来看这儿。陈少爷，小姐，我们也赶紧去看看吧。督军，您看，应该是来药园捣乱的人留下的，可这就是一条普通的棉布，想要凭它找人比登天还难。咦，怎么是咸咸腥腥的味道？好像管家爷爷买回来的鱼。如果只是买个菜，身上不可能这么腥，这一定是长期接触咸腥的码头员工或摊贩。卷卷，你帮了阿爸大忙了，立刻去码头。督军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今天上午，码头有没有工作人员或是常在这摆摊却没来的鱼贩？回来的时候衣服还被刮坏了，脚上鞋子还有泥的。听到督军的话了吗？有没有看到的？张大力，今天上午我看他出去了一趟，回来的时候身上的衣服破了，脚上的鞋都还有泥。张大力人呢？张大力，你跑啥？找你呢！
做了亏心事才想跑，是不是晚了点？杜鹃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干嘛了？老子什么都没干，你们这是诬陷我！说出幕后主使，否则老子的枪可不长眼睛。我说，有人给了我10块大洋，让我去毁了怀兰中家的药园。不止我，还有2个人我不认识，一个瘦瘦小小的，身高只到我耳朵；一个和我个子差不多，右边眉毛缺了一角，人长得也很壮实。给你钱的呢？是刘老爷子，他本来还说好今晚要送我们出城的。赶紧走！3年内不准再回北阳城。刘老爷子这大半夜的，是准备去什么地方？司督军管的还挺宽啊，我刘某人又没犯事儿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还用得着跟督军汇报？没犯事儿，那他们2个呢？督军，就是他，张大力说的眉毛缺了一角的人。我说怎么找不到人，原来是刘老爷子把他们藏起来了。司令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告诉我，谁让你去毁药园的？或许我心情好，还能放你。别杀我，是裴先生。裴景平，他在哪儿？安定饭店503号房。带人去把人抓了，其余人把尸体掩埋，送柳家大爷去我们牢里坐坐。督军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。以后要钱要粮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肯定会照办。我从不和懦夫做交易。什么？你说老爷被抓了？是啊，夫人，督军府刚刚传来的消息。他们欺人太甚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你阿爸救出来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木马别急，我现在就去督军府要人。督军，我们到的时候人早就跑了。料到了，他没那么好抓，否则也不会这么多年都没露出马脚。督军，刘老夫人和柳小姐来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司命，我阿爸犯了什么事？你为什么要抓他？勾结外敌，扰乱北阳城治安，这个罪名够不够？这怎么可能？我阿爸向来最安分守己，这分明就是你设下的圈套。柳小姐这话说的，我无缘无故设圈套做什么？督军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，你到底要怎么才肯放过我家老爷？你开个口，只要柳家能拿得出来的，我们一定给。那就你们柳家所有的田产都交出来，否则就等着给你们家老爷子收尸吧。这不可能！管家，送客。好，我答应。督军，我这就回去准备田产地契，你可一定要说话算话呀！大哥，我们要这么多田干什么？不管是粮食还是草药，都是基础民生必备。这次大雪让我意识到，任何人都是靠不住。要想往后不被撤手，我们就自己种粮食和草药。可是督军，粮食的问题是解决了，慢慢种也不成问题，但药田被毁，现在才开始种药，恐怕来不及啊！督军，药田又出事。怀郎中，你先坐下慢慢说。药园，我们家那个药园活了。我今天身体好了一些，本想着去把药园整理出来，结果一进去就像是做梦一样。药园里的药材好好的长在地上，比之前长得还要好。走，我们看看去。阿爸，我和卷卷也要去。好，都去。督军，真的全好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是啊，我还寻思着是不是有人偷偷给我种回去了。可是就连所有草药的位置都和原本一模一样，还长得比从前更好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是啊，看药真的都好了呢。卷卷最聪明了，一定是你给他们呼呼，他们才好的。阿琛，你刚才说什么？阿爸，那天卷卷看到药药都快死了，给他们呼呼，一定是他让药药不疼了，所以药药才长好的。看来这次药田恢复的事又跟卷卷有关。这是秘密，不能告诉其他人。好。督军，你们刚刚看见了吗？我采掉的叶子都长回来了。你再试试其他可以采摘的药材。这药园不能再留在怀郎中手中，太危险了。这一定是祖宗保佑，祖宗显灵了。怀能中，如今城中的百姓风寒日渐严重，这些药材能解决不少人的病痛，能不能请你把药园转让给我？
让我派军队前来驻守，免得再有人破坏。督军大义，人心仁德，老朽自然不会推辞。阿爸，你受苦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先不回家，先带我去田庄看看。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为了把你赎出来，陆军府要求我们上交了所有的田产。什么？田产可是我们柳家最大的生意，你们竟然趁着我不在！好吧，不能怪母妈，要是不交田产，司命会杀了你的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好一个司命，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你去帮我传个信。真是缺什么就来什么。现在粮食的问题解决了，柳家的田产收到了，就连药材的问题也让卷卷解决了。我们司家真是养了个小仙童啊！大哥，听说你买怀郎中的药源，可这药源买一个太过显眼，我们得多收几个，分散注意力，也好解释大量药材的来源。不过中药见效慢，对枪伤还是有弊端的，要想办法弄到更多的西药才行。你是想要海关总署的位置？母拿了解我，不过这个位置盯着的人可不少。这些人大多是为了私利，哪个能真正为老百姓着想？海关总署刚刚送来的，说是总署夫人生辰，请你明晚务必到场。陆军，进城捣乱的土匪有眉目了，立刻召集人马，准备剿匪。阿爸，等等！怎么了，卷卷？阿爸辛苦了，给阿爸舔舔嘴。好，阿爸任务结束就吃卷卷的汤。陆军，陆军，这是卷卷救了我一命。去看看，如果没死，就让他们死透了，把尸体挂到显眼的地方。是什么？没死？说是运气好，胸口的口袋里放了个铁盒子，逃过一劫。恰逢敌寇进入北阳城，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结果让他碰上这种好事。真的连老天爷都在帮他！阿命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这事不能让母马知道，否则她该担心了。总之是好事就对了。母娘，正好我今天有空，不如我们去把之前的赌石开出来的翡翠都做成首饰。好啊，我们去谁家做？自然是照顾自家生意。阿天最近刚盘下来一个珠宝首饰铺，听说师傅的手艺不错。阿天买新铺子了？今天刚接手的，这会儿他应该就在店里。那感情好啊，省得我还在想去什么地方做这些翡翠。这么好的料子，浪费了多可惜。两个小家伙，我们出发啦！母妈，大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不是正好要找人加工翡翠，就到你这儿来了。除了卷卷给家里人留的，剩下的你可以自己做了卖。真是瞌睡了给我送枕头，我这回只买了铺子和匠人，翡翠原石都被原来的东家拿走了，我还正愁去哪里找一批翡翠石头呢。不过翠玉楼的生意还挺好的，东家怎么舍得卖？他们东家前2天去世了，家里好几个孩子争家产，最后谁也不愿意把这楼给其他人，说干脆卖了分钱，我就让阿天买了。芝芝，这翠玉楼后面有好多亮晶晶的东西呀，可真是太漂亮了。亮晶晶的东西，亮晶晶的东西。二叔，我和哥哥能到处去看看吗？去吧，别去危险的地方。卷卷，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这里能有什么呀？哥哥，我刚刚听叔叔说后面有亮晶晶的东西哦。哥哥，有门！这位置要不是特意来找，根本不可能找到，怎么会有门呢？卷卷，这回让哥哥走前面行吗？阿爸、祖母、二叔，你们快来！阿爸、祖母、二叔，你们快来！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
你们两个皮猴子怎么钻进去的？怎么会有这么多珠宝首饰？全是漂亮的石头。这是卷卷找到的。是呀，卷卷怎么会知道这里藏了这么多东西？叔叔告诉卷卷的呀。这些宝石和珍珠可都是极品中的极品，放到外面只怕能买一座城啊！卷卷，你可真是私家的大福星啊！不过这件事绝对不能传出去，否则卷卷和督军府都会招来大祸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刚才进来的时候不小心擦了一下。那我们快回去吧，给你上点药。这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二叔处理了。哥哥，真的不疼吗？真的，一点都不疼。其实刚才还是很疼的，现在怎么真的一点都不疼了？督军，老夫人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多谢怀郎中。阿晨，你干嘛呢？司锦琛，什么时候这么调皮了？刚包扎好的伤口怎么就拆了？不是的，阿爸，我就是突然一点都不疼了，好奇怪，忍不住想看一眼。我的伤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五妈，我怀疑是这药的缘故。你是说那药园里的药都……只是猜测，具体的还需要验证。我出去一趟。督军，药上完了。督军，这也太神奇了！那兄弟可是被敌人打了30几鞭，边边有倒侧入肉啊！没想到用了这药园的草药，竟然瞬间就恢复了。西药见效快，可北方政府这些年牢牢把控着西药输出，我们一直为此掣肘，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药效慢的问题了。但此事不可张扬。我明白。对了，督军，明晚海关总署设宴，需要为您准备礼物吗？这宴是为他的七姨太所设，七姨太比他小30岁，买点送年轻女人的东西。是。阿爸，这是海关总署刚刚送来的请柬。从前我柳家发达的时候，请柬总是第一个到的。今年到现在才想到我们，是根本不把我们柳家放在眼里了。阿爸，我这儿还有一样东西，是裴景明送来的。什么东西？这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万一被发现，我们全家都要死！阿爸，我们现在几乎家财散尽，不赌一把就只能永远被司命撵在脚下踩。阿爸，我们现在几乎家财散尽，就听你的，不赌一把就只能永远被司命撵在脚下踩。好，就听你的。司督军，你可是来晚了。陈总署，我可是踩着点来的，这是给七姨太的生辰礼。那我可就打开了。好漂亮的簪子，谢谢司督军，这礼物我好喜欢。督军，快里面请。司命，且让你再得意一会儿，等到今晚就是你的死期。今天是我家七姨太的生辰，多谢各位赏光，大家吃好喝好，不必拘束，不必客气。小心点。要吃什么？阿爸给你拿。刚刚那样很危险。阿爸，你给我买的银镯脏了，变黑了。卷卷这手镯是银的，银气遇毒则黑，所以汤里有毒。夫人，夫人你怎么了？怎么是他先喝了汤？陈总署，七姨太这是中毒的征兆啊！司命，你为了争夺海关总署的位置，竟然不惜在陈总署的宴会上投毒，想害死陈总署全家，你好狠的心肠！刘老爷说我下毒，可有证据？证据？其他人离陈总署这么远，怎么下毒？很明显是你觊觎海关总署的位置已久。陈总署要是死了，你就是最大的受益者。刘小姐，这话不对吧？我还没死呢。陈总署，
您还活着，只是因为七姨太先喝了汤，替您挡了灾。但司命他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啊！阿爸，娟娟闻到了让铃铛变黑的味道，就在那边。阿爸，娟娟闻到了铃铛变黑的味道，就在那边。你过来，说，谁指使你的？老爷，我陈总署，这丫鬟一看就是被司命收买了，想以防万一，在事情暴露之后找他顶罪。柳小姐急什么？我还没问话呢。你以为你替人顶罪，你家里人就能活了吗？你确定事成之后指使你的不会杀人灭口吗？是柳家大小姐绑了我的家人，说只要我在汤里下毒就放了我弟弟妹妹，我要是不答应，他们就杀了我弟弟妹妹。他还说事成之后把罪名推到司徒君头上。柳如烟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胡说，我没有。陈总署，分明是这丫鬟诬陷我，是我低估了司命的狠毒。他竟然不是找人顶嘴，而是找人诬陷我。娟娟知道她的弟弟妹妹在哪里哦。在哪儿？从这里出门左边往东20里，再往西30里的宅子。老爷，查到了，彩娟的家人正是被关在秦口巷最里面的宅子，那是柳家的房产。来人，立刻把这对该死的妇女给我押下去，直接枪毙！我要！陈总署饶命啊！这毒不是我和我阿爸想的。柳如烟这个蠢女人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裴景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总署府上行凶！陈总署，我不仅敢行凶，你以为推举司命当海关总署就能高枕无忧了？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。司徒君，你的枪再快，也快不过我的人。整个海关总署都已经被我的人控制，你们插翅难飞。裴景明，你是不是以为你赢定了？裴景明，你是不是以为你赢定了？回头看看你身后。你什么时候部署的？当然是来敷衍之情。你一次次挑唆柳家对我出手，这一次又怎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？那我就先杀了你！怎么样？你以为你赢了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没有我，北阳城也迟早会乱的。有我在一天，北阳城就乱不了。把这老东西也拖下去，和裴景明一起处决。是。各位，今日之事惊扰了大家，是我陈某人招待不周了。裴景明和柳家勾结，企图刺杀总署，颠覆北阳城，竟得司督君神机妙算，才没有让奸人得逞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，压压惊。小丫头，今天真是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发现汤里有毒，我们这些人怕是都要遭殃。姨姨也很聪明呀，这个送给你，算是姨姨的一点心意。谢谢姨姨。司督君，今天若不是你，我和夫人的命，只怕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你放心，海关总署的位置，我无论如何都会全力推举你接任的。多谢陈总署。北阳城，以后就靠你了。陆军，省里刚刚下达了委任状，您被正式任命为北阳城海关总署署长了。阿宁，你阿爸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你骄傲的。大哥，恭喜你！阿爸好厉害，阿爸是最厉害的大英雄。我发誓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一定护好家人，守好北阳城百姓，绝不让这座城再乱起来。